柏金遜冇有怕 ，boxing 對抗腦退化。係啊，你冇聽錯啊 ！boxing 可以幫助柏金遜病。嗱，點解柏金遜病運動咁緊要咧？嗱，好多人唔知道柏金遜咧係缺乏多巴胺，咁啊一定要食藥啦。多巴胺就幫助你咧喐得順暢啲啦，行動同埋咧動作冇咁緩慢嘅。咁啊，若果淨係靠食藥嘅話咧，咁越食咧就越順，你要越食好多噶啦。咁其實咧，越來越多嘅實驗證明咧，運動咧係好緊要嘅。我哋好多喺我哋嘅頻道講過啦 ，exercise is medicine， 運動就係藥物啦。運動咧可以幫你自己個腦部產生多巴胺，咁啊唔需要成日食咁多嘅藥物啦。講獅子聲明，藥物咧一定要食嘅，但係咧若果能夠自己腦部都能夠將佢產生多巴胺咧，咁啊更好啦。互相能夠幫助嗰個腦部去產生多巴胺啦。咁啊實驗證明咧，若果運動適當咧，能夠將嗰個輸送體啊，多巴胺輸送體咧係越強化咧，咁就唔需要食更加多嘅藥去到保住個腦啦。嗱，咁啊而家我講解下乜嘢嘅運動咧能夠幫你去到增加自己自身嘅多巴胺咯。嗱，呢個咧就係一個我哋叫做英文叫做 purpose driven 嘅一個嘅運動，即係有一個嘅目標性嘅運動。嗱，譬如 boxing 就係一個目標性運動啦。嗱，咁啊同嗰個嗱，你屋企咧幫你自己嘅屋企人啊，點樣幫助佢咧？嗱，一定咧 set 一個目標俾佢。譬如話，我哋咧就要打一個嘅目標喺右手出去打一個目標嘅，咁要打3下之後咧，由左手打一下。譬如話，我要1、2、3，跟住由第二個 target 出嚟。跟住又左勾拳咁樣打，咁先至合格嘅。咁佢就要諗咯喎，個病人，我要打3下右手，跟住再1下左手，咁先完成一個嘅系列咧。咁佢就諗啦喺度。咁佢諗嘅期間咧，個腦咧就會串連，3下右手，1下左手，咁佢就會增加個多巴胺喺個腦裏邊咯喎。咁啊開頭你可能覺得，喂，一個柏金遜病人可能唔順暢喎，唔緊要，你越練咧佢就越順暢噶啦。嗱，咁當然啦，你一開波冇嚟叫佢打 boxing 可能一個比較中期嘅病人，咁可能開頭可以比較簡單嘅，就係用拍手掌 high five， 左邊跟住右邊咁樣，跟住慢慢進階到打 boxing 啦，跟住企喺度打啦，跟住咧你可以同佢玩埋添，可以走動埋去話，你要喺左勾拳1下，跟住佢走一走，又要再一拳，跟住再下邊咁樣，咁啊越做你越順暢噶啦。實驗證明每個禮拜3次，30分鐘至50分鐘，比較高強度嘅運動咧，係幫助到柏金遜嘅病徵㗎。所以大家好好運動啦〜